不管是整理枕头、面罩被，或者是换床单，每一个步骤拢要注意细节，袂当马虎。而且一间房上班40分钟内就要整理完成。虽然辛苦，不过只要有兴趣、愿意挑战，都有满满的成就感。客人打开房间，看到房间这么舒服、漂亮的环境，就是让人家觉得入住很快乐。房屋这个一块就是基本上只有涉略一点点，所以我想要多学习一点，就是将来有个出路这样。以经营酒店来讲，过去平均有40-50位房务人力来源，不过现在可应征录取的只有3-4位。现况外籍劳工已经占2/3的缺，所以透过政府这份课程来招募人力，相信会当有效疏解压力。有政府的这一些专案，包含了之前有一些像新南向的这一些政策，导致我们开始在中高龄的妇女。他们会比较愿意再重新回到职场来上班，然后还有像一些我们目前房屋部大概有2/3的人力，其实都是透过一些新南向的计划，招募到一些外籍的学生，慢慢把这个缺口给补齐。面对观光产业抢工的需求，劳动部分嘉南分署补助台南市观光协会开办为期1个月训练班，鼓励失业或者是等待就业的民众来报名，不只保证有头路，也有就业奖励金，上悬1万块，会当领12个月。学员在完成154小时的专业训练后，就能领到5000元的结训奖金。还可以直接到合作饭店就业。若经过我们就业中心推荐至合作饭店上班，并稳定就业，每月可再领6000至1万元的就业奖励金，最长可领到12个月。有兴趣的待业民众可报名职训课程，政府这边会补助80%以上的训练费用，欢迎来学一技之长。该职业训练课程报名到9月20号截止，欢迎好康到小报，嘛创造民众甲企业双赢局面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